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今仔邀请秘书长周万来报告哦，也毋过周万来无来，嘛无请假。立法院是发新闻稿指出讲，幕僚人员毋是立法委员监督的对象，毋免列席。民进党团是批评周万来藐视国会，嘛通过停职案。民众党团是批评林爷是想要透过周万来修理立法院长韩国瑜。9点开会时间到，即个那民进党立委到现场，因那会议的主角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是无看的人，那被立委也拢无来。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立备针对技术空间运作的情形、国会数位化推测的进度，抑个资源应对方法等问题，邀请周万来做专题报告。发一个新闻稿。连骂庄瑞雄啊！不过，伫咧开会进前，立委无看到书面的报告，也无看到周万来。一直到早起9点，立法院发新闻稿，讲幕僚人员毋是立法院监督的对象，无应该列席。和民进党调委曾水雄真不满，伊讲秘书长列席报告并且备询，伫过去拢是常态，批评周万来选边站。他可以理都不理，甚至认为说这是完全是侵犯到整个立法院长的一个职权，荒唐，开什么玩笑？好像以为谁当了立法院长，谁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立法院的职员好像螃蟹一样，这可以横着走，不受任何一个监督，是这样子吗？周万来4月7日也捌由立法院议长韩国瑜发函请假，不过这边并无请假。民进党团批评周万来藐视国会，并且通过谴责案。但是民众党团批评林爷是拍算要甲周万来有嘢拍，就有机会修理韩国瑜。竟然排了一个说要周万来去专案报告，怎么样防止这个立法院变成国安的这个漏洞？怎么避免共谍渗透立法院？啊，被共谍渗透的立共、红共一家亲，不就是民进党吗？希望立法院相关的这些议事人员能够到各委员会来做专案报告的时候，可以向立法院院会提出来。针对司法委员会这礼拜安排3场会议，拢有邀请周万来。立法院讲，这拢超过法定范围。民进党团是回击讲，若被护航周万来，也呛声讲周万来无来一遍，因就谴责一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